斯巴達幽靈，睇嚟傳聞係真噶。特修斯又嚟咗件木嘴，希望今次係我最後一次遇到妄想見到命運女神嘅人。如你所願，因為你會係命運女神最後一個奴隸。我守護命運女神係因為效忠宙斯，佢係奧林匹斯之王。宙斯嘅統治時代即將會結束。你想利用命運女神嚟殺死宙斯？你而家已經完全冇晒神力噶啦，灰托斯！我懷疑你連我都殺唔到，更何況係奧林匹斯之王宙斯！你同我躝開，我就要你一命唔殺你條粉腸！我唔覺得你有咁嘅本事喎！放馬過嚟啊！今日就一較高低，睇下邊個先至係全希臘最強嘅戰士！